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志愿军出乎所有国家预料地打败了常年称霸世界的美军。其中最能体现我国军威和声威的就是上甘岭战役。这一仗比二战的最高水平激烈，志愿军以极其惨烈的代价取得胜利后，美国人对这场经典战役研究了几十年。这一场战斗中也诞生了志愿军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那个用身躯扑上去挡住敌人机枪口的年轻战士的身影，已经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前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共有290余万，其中荣立各级战功和英雄模范称号的有30多万人，只有2个人被授予特级英雄称号。本期视频来看一看志愿军2位特级战斗英雄的感人事迹。观众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强烈推荐一下本视频哟。黄继光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的发财亚村。1949年中江县解放后，受尽地主压迫的黄继光家中分到了房子和田地。这个对解放军和共产党怀有极大感恨的18岁小伙，积极地加入了当地的民兵组织。朝鲜战争打响后，新中国小米加步枪的战斗装备根本无法与美韩军队先进的飞机大炮匹敌，全国范围内的征兵活动也随之展开。黄继光是发财亚村第一个跑去报名的人。进入部队后，黄继光成为45师135团2营6连的通讯员。1952年4月来到武圣山的前沿阵地后，黄继光多次向上级申请参加战斗，都被连长以后勤工作同样重要的理由劝下来。黄继光只能专注于眼前的通信工作，在枪林弹雨中传达命令。3个月后，还立了一次3等功。1952年10月14日，美军开始对上甘岭进行攻击，志愿军顽强抵抗了4个昼夜，2处高地还是被美军占领，所剩无几的志愿军被迫退守坑道。10月19日晚上，45师只剩下最后6个连，师长崔建功将所有干部下派一级，其中对597.9高地发起争夺战。已经成为2营参谋长、通信员的黄继光，就在这时跟着到了6连所在的阵地上。敌人在597.9高地上构起了12个地表阵地，6连在2个小时的血战后拿下了6号阵地，连队人数损失1半。等攻下5号阵地后，6连已经所剩无几。2营参谋长张广生带来了1个排的兵力进行增援，很快就在敌人疯狂的扫射下被打光了。这时6连加上黄继光和参谋长也只剩下16人，必须要在天亮之前把敌人的7、8个暗堡全炸掉，才能保证部队冲上597.9高地，否则志愿军将会陷入腹背受敌的状态。万福来将仅剩的9名战士编成3个爆破小组，以战斗第1天就被打光的6班命名，对敌人的地堡实施爆破。然而3个小组尚未接近敌人的地堡就全部牺牲，无一生还。地堡内不停连成一片的子弹，压制着万福来等人的行动。他们趴在坑道里，根本无法抬头观察对面的情况。眼见着所有的战士都牺牲了，万福来和指导员当即就要冲出去。黄继光爬到他们身边，主动申请出战。6连的另外2名通讯员肖登阳和吴三阳也一起爬过来。于是黄继光成为6班新的班长，带着这个英雄班的称号，和肖登阳、吴三阳一起带着炸药向敌人的地堡冲过去。敌人的火力网十分密集，黄继光3人交替冲锋，炸断了2个暗堡。正面掩护的吴三阳却突然倒下，右侧的肖登良拿起机枪掩护，也被打成了重伤。万福来和指导员都冲到了距离敌人的暗堡只有50米的地方，拿起机枪为黄继光掩护。黄继光趁此间隙冲到了距离敌人只有10米的位置，把一个手榴弹扔进了地堡，仅仅炸开了地堡的一角，自己却突然倒下了。万福来正要冲上去，又看到黄继光缓慢地向前爬动。这时，志愿军的增援部队已经上来，哈弗在万福来的身边等待冲锋。所有人都等着黄继光再次向敌人的暗堡扔去手雷，但黄继光最后一颗手雷已经扔出去。他缓缓地爬到暗靶的射击死角，费力地向身后招了招手，便拽着沙包站起来，
扑向了敌人的枪口。身后的万福来等人亲眼看着黄继光用他并不宽阔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射击孔，敌人原本暴力的射击变得闷哑。志愿军们趁着敌人射线和视线都被挡住的瞬间发起冲锋。万福来等人跑到黄继光身边，把所有的弹药都扔进了地堡里面。消灭敌人后，万福来和指导员把黄继光抱下来。已经被子弹打穿整个上半身的黄继光，双手还紧紧地抓着沙袋，即使血都流干了，依然保持着挺立的姿势。黄继光英勇牺牲的事迹传遍了整个志愿军部队，军队追授他为2级战斗英雄。黄继光以深度击枪的事也登上了报纸。万福来在医院里养伤时，听到黄继光又被追为2级英雄之后，托同病房的战友帮自己把黄继光请战牺牲的经过写了下来。这一份真实而又催泪的材料被交到志愿军总部。总部核实后，认为黄继光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举动堪称全军表率，决定重新授予他特级战斗英雄称号。时至今日，获得人民军队最高功勋军人只有2个。在黄继光之前，有个叫杨根思的连长获得这项功勋，黄继光也被称为杨根思式的英雄。杨根思出生于1922年的江苏省泰兴县的洋货郎店，本名叫做杨庚喜。1944年参军时，杨庚喜被听成了杨根思，于是杨根思3个字便成为了人们永远怀念和致敬的一个名字。杨根思入伍后成为新四军309班的战士，一上战场就从敌人手中缴来了一支枪。1946年1月，杨根思响应部队的大练兵运动，在第8师学习了爆破技术，又回到自己的老部队作战。内战爆发后，杨根思在部队里担任爆破手。攻打泰安的天柱堂时，杨根思的脸部被子弹打得血肉模糊，连眼睛都被一起包扎起来。但杨根思并没有离开战场，被蒙住双眼的他反而将手榴弹全部命中目标，被授予团内战斗英雄称号。10月13日攻打郭里集时，杨根思先后3次到敌人的碉堡下放置炸弹，成功打开敌人防御的口子，被称为爆破大王。1947年1月的集村战斗中，杨根思抱着炸药包冲进了敌人的碉堡里面，高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俘虏了1个排，杨根思被部队授予华东1级人民英雄的荣誉。淮海战役中，杨根思已经成为3连3排的排长，带领士兵摧毁了国军的暗堡群，歼灭了对方同样数量的士兵，又被授予华东3级人民英雄称号。杨根思还参与了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因战功突出而成为3连副连长。1949年5月27日的早上，解放后的上海人民看到国共结束战斗的解放军战士们抱着枪三三两两地睡在马路两边，没有一个人愿意打扰群众。这支部队就是杨根思所在的新四军华中野战军1纵队，后来成为第9兵团的20军。1950年9月，28岁的杨根思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到北京参加全国英模大会，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还在10月1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大典。不久后，毛主席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第9兵团作为第2批志愿军入朝作战，杨根思就是20军58师172团3连的连长。不过，杨根思从北京回到部队时，第9兵团已经抵达山东，杨根思赶紧带着连队去追。进入朝鲜时，抗美援朝的第2次战役已经打响。与上甘岭战役齐名的长津湖之战，是杨根思参与的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战。这一年，朝鲜的冬天罕见地出现了零下40度的极寒天气，志愿军的口粮运输线也被美军飞机截断，部队里只有被冻得硬邦邦的土豆，战士们每人可以分到几个。杨根思把营部发给的土豆全部分给下面的战士，自己到炸弹炸开冻土中去扒了草根充饥。东线的志愿军部队把联合国军诱入预定战场后，很快就取得了战争优势。1950年11月27日，美军陆战1师和第7师进入预定战场，
第9兵团司令宋时轮下令，20军和27军再次对美军进行反击。经过1夜激战，美军被分割包围在下碣隅里、柳潭里等地区。杨根思带着一个排负责在下碣隅里1071.1高地上的小高岭阵地伏击。1071.1高地就在公路的一旁，上面的雪层覆盖了趴伏着的志愿军，除了头和枪，他们几乎完全陷在雪窝里。从这里经过的是美军王牌陆战一师的部队和部分英军，其配备的装备远不是志愿军可比。掩护美军撤退的还有空中的飞机和各种坦克、高炮。在美军飞机炮弹交加的轰炸下，小高岭阵地的防御工事已经完全被摧毁。杨根思带领一个排的士兵，每次都等到美军距离自己只有30米的地方才开始射击，顽强地抵抗了美军的8次进攻。但这8次进攻几乎打过了杨根思率领的一个排。在敌人发起第9次进攻之前，阵地上只剩下包括杨根思在内的5个人。杨根思让班长把已经没有子弹的重机枪带走，另外1名战士则负责送走重伤员和报信，只身1人留下来同美军战斗。副班长不肯离开，在敌人的第9次冲击中牺牲。40多个敌人冲上来时，小高岭阵地上只剩下杨根思1个人。阵地下面是不断轰鸣的坦克，顺着雪地爬上来的美军全部荷枪实弹。杨根思将阵地上所有的弹药都抛向敌人，给自己留下了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当敌人快要抵达顶峰时，杨根思直接拉开引线，抱着炸药包冲进了敌人的队伍中。随着巨大的轰炸声，杨根思和敌人同归于尽。3连的杨德胜距离小高岭阵地不到200米，远远地看见了杨根思那边的火光，并亲眼见到自己的连长杨根思牺牲。12月26日，《新华日报》对杨根思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和赞扬，志愿军总部也给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同时授予了特级英雄的称号。为了表彰杨根思的牺牲和贡献，我国第一个以人名命名的连队“杨根思连”也出现了。这些荣誉已经不能给杨根思带来任何感触，他的英魂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但勋章让世人记住了这个视死如归的英雄，他的英勇事迹永远激励后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杨根思做到了他说的那句：“我这一辈子都交给党了。”他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忠于祖国、以身许国的含义，用他的担当撑起了军人的士气和祖国的尊严。